大家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时行的 DJ TK。平常时啊，我上爱看戏，尤其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万高的布袋戏。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布袋戏。布袋戏汉字写作布袋戏，罗马字写作保护布，倒下地好义戏，布第三条，第七条，戏第三条。布袋戏是传统戏曲的一种，佫叫做江中戏。若要演出，就叫做搬布袋戏，唔是用演的哦。啊，若讲到搬戏，咱定会讲这身红仔互你来请，因为红仔是演出上重要的家私，对因来讲，红仔就甲心灵同款，遐尔啊重要。所以，若要算有偌济红仔，就会讲一身、两身、三身。咱的布袋戏通常是用单曲配音，无论是查甫、查甫、老大人、囡仔、动物，全部拢是口白师一个人来配，真正是无简单的工课，嘛是咱台湾的布袋戏真重要的特色。武将类的角色，伫头摆出场甲人拼输赢的时，伊会先吟一首诗，亲像战鼓响咚咚，沙场电威风，生死两河道，插兵胜灵王。这种用四句诗来小解家己的角色，叫做四句联，也就是出场诗。啊，若是少年查某，也就是小段的角色要出场，伊就会先吟讲：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所以有一句俗语讲：一声应交财，无声唔免来。这就是咧讲口白师声音的表现，对布袋戏来讲是真重要的。因过布袋戏大事件的时，定定有人看戏看煞，佫唔愿离开，惊的人就会口说讲伊是要单光戏病房，溜布袋戏、江中戏、搬布袋戏、一身四句联，一声应交财，无声唔免来，单光戏病房。即马咱来好好啊传承咱台湾的传统艺术，唔通互布袋戏这款遮尔珍贵的文化消失去啊！今仔日的大讲这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